市政府打造独一无二的美食的专车，用3D 的科技来推广着台南在地美食。有美食之都台南，市府观光旅游局特别打造真有现代感的美食专车，市长黄伟哲亲身开箱宣传，场面非常热烈。我们会再结合37区的特色美食市集，然后给大家一面体验行动车的各种视感的体验。台南美食早着轰动国内外，一为配合10月观光美食博览会和台南4百宴会，在地业者嘛拢热情响应。其中，伫咧安平酒店就以台南虱目鱼为主题，推出到不烧虱目鱼岛的汉堡等等限定的创意料理，能够一起共同携手，跟我们许多的同业一起来打造我们最好的这个实力。从9月初一开始，直到年底美食巡回和10月11上场的美食博览会，邀请国内外朋友同齐来到台南吃好料理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